好多街坊咧打算落嚟大灣區置業啦，咁第一個目標咧，好多人咧都會揀中山啊。咁不過咧，講到中山買樓咧，網上咧永遠都係嘈到面紅耳赤啊。咁嗱，有人話咧，香港揾錢，中山使啊，買嚟養老度假，投資成本低。而爭議嘅另一面咧，有人話高位入貨，直接咧輸一半身家啊，手尾唔留心咧，容易中伏踩坑，慘過敗家。嗱，講到真正嘅原因咧，問題咧就唔係話中山值唔值得買啊，問題在於咧喺中山買樓，你揀唔揀啱一個合適自己嘅鎮區啊？Hello， 各位街坊，歡迎翻嚟到阿靚嘅 channel。咁中山咧就係一個極具爭議嘅城市啦，咁亦都係咧港人北上置業首選嘅城市之一啊。嗱，今日咧一條片深度咁去同大家拆解中山最具爭議嘅5個鎮區。嗱，每一個區咧，我都會講清楚當初點解咧吹上天啊，咁而家咧跌落神壇嘅真正原因啦。邊類人適合買，邊類人咧打死都唔好買啊！嗱，今日呢條片咧係冇廣告，唔推任何嘅樓盤，純屬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呢幾個鎮區嘅真實底蘊啊。咁尤其是咧嚟緊咧有打算過嚟中山置業嘅街坊啦，咁建議咧就先讚好啦、訂閱啦，同埋咧 send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啊。咁喺開講之前咧，首先咧亦都同大家講一段歷史啦。稍微年長嘅街坊都清楚啦。中山咧係內地咧最早主攻香港買家嘅城市啊。早喺90年代啦，三鄉雅居樂咧就花巨資啦，就落嚟香港賣廣告嘅，咁贊助香港小姐選美咧，就直接咧打開咗港人附錄買樓嘅市場啦。當年無數嘅香港家庭咧第一次接觸北上買樓，認識嘅第一個內地樓盤咧就是中山。另一個關鍵咧，中山咧舊稱咧就香山，咁大量嘅香港人咧祖籍咧就係香山嘅，咁落中山置業咧，對於好多嘅長輩啦，同埋一啲長者啦嚟講咧，本身咧就係一份落葉歸根嘅情結啦。而家生意咁難做，經營成本又咁高，喺邊度做生意好呢？用幾萬蚊可唔可以買到心目中嘅靚樓呢？答案好簡單，香港人需要嘅開心輕鬆同埋充實生活，響雅居樂全部俾到你。喺雅湖居，湖景靚，綠化多，啲獨立別墅沿住個湖嚟起，前後有私家花園、獨立車位。呢啲豪華湖景獨立別墅而家全面400折大優惠，好似呢個原價170幾萬嘅 E 型別墅，而家只係賣80幾萬啫，仲送埋加州風情優惠套餐，認真着數。係喎，雅居樂最新仲推出一個貼身嘅 VIP 專業管家服務，好 professional 㗎。全新嘅雅湖居豪華會所，加埋中心城加州豪華會所，設施應有盡有，完全體驗休閒新天地。雅居樂嘅各種商鋪啱晒想響國內創業嘅人士，呢度嘅租金同經營成本比響香港低好多。景湖居全部係電梯現樓洋房，空間無限，景致開揚。旁邊個親子樂園玩樂設施數都數唔晒，景湖居單位一口價19萬8。而日湖居又長近1000尺嘅日以河所環抱，意境同環境都非常一流，精選現樓洋房都係賣12萬幾起。而家買景湖居同日湖居同樣送埋家居一站式優惠套餐，過百件家居大小用品一應俱備，真係方便周到又着數。雅居樂花園信心置業100分。雅湖居豪華湖景獨立別墅400折震撼大優惠，售價只係80幾萬起。景湖居電梯現樓洋房一口價19萬8。日湖居湖景現樓洋房優惠價12萬幾起。精選現樓售價都係由9萬幾起，認真超值，快啲嚟揀翻間啦！雅居樂置業大優惠，最高可獲400折，優惠只限首30名買家咋，唔想拗就快啲嚟啦！
幾十年裏邊咧累積咗形成咗一種傳播嘅效應啊！親戚買咗，朋友買咗，隔離七姑買咗，北嬸買咗，口耳相傳啦。咁自然咧就源源不斷咁帶嚟咗唔少嘅香港買家啦，過嚟中山呢邊啦，置業啦、落戶啦、安居啦、養老啦。咁同珠海、惠州最大嘅區別啦，咁中山咧港人社區咧係沉澱咗幾十年嘅，咁就唔係話靠短期咁去炒基建啦，炒起身噶。咁去到坦洲、三鄉、南朗好多嘅屋苑咧，隨隨便便揾幾個隔離鄰舍傾偈隨時咧都可以遇到香港嘅街坊飲早茶、打麻雀、講粵語咧，完全咧係冇代溝嘅。咁講翻正題啦，咁中山咧總共咧就23個行政鎮區啦，咁其中咧就包含咗7個街道啦，同埋16個鎮嘅。嗱，呢23個鎮區發展咧，佢嘅差距咧係極大嘅。咁有靠近珠海坦洲啦，三鄉啦，有新中通道沿線嘅南朗火炬。咁北邊咧亦都有工業重鎮黃埔古鎮主城區咧亦都有石岐啦，同埋東區等等呢啲唔同嘅鎮區。咁買樓咧，咁最就嘅咧就係以為同樣係叫中山以為價值係一樣嘅。咁其實咧喺中山咧唔同嘅鎮區咧房價啦、人口啦、配套啦、升值潛力啦、保值嘅能力啦，相差咧係極其之大嘅吓。咁今日嘅話題咧講嘅咧係中山最具爭議嘅5個鎮區啦。咁廢話就唔多講啦。首先咧我哋先睇翻第一個。咁第一個咧就毫無懸念咧，就係呢個南朗。南朗咧佢就包括大家成日所講嘅翠亨新區、馬鞍島話佢係中山樓市最具有爭議嘅一區咧，咁完全係唔誇張嘅。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好多深圳啦，同埋香港投資客嘅傷心地啦。咁翠亨新區馬鞍島當年咧炒作嘅邏輯咧，大家咧一定係有聽過嘅。深中通道嘅第一站翠亨科學城，鄰近咧珠海塘家一條橋咧直達深圳前海啦。高峰期咧最誇張咧就係呢個馬鞍島錦繡海灣城一帶咁當其時咧樓價咧一度咧衝到17,000、18,000蚊甚至咧近2萬蚊。無數嘅投資者咧就睇住規劃落訂嘅諗住通道一通啦，房價咧就即刻翻倍啦。咁當然啦，幻想咧就好豐富但係現實咧係好骨感嘅。咁深中通道咧正式通車之後咧，迎嚟嘅咧唔係升值反而咧係迎嚟咗一大輪嘅拋售潮而家大量嘅二手單位啦價錢咧講緊6000幾到8000零就有交易。咁最多嘅跌幅咧超過咗60%咁成千上萬嘅二手樓啦集體掛盤啦，業主咧相互去搶客啦。你平5000嘛，我平1萬價格咧就持續內捲嘅。咁而且咧就形成咗呢個紮堆嘅效應啦。好多人都會問明明咧連政府都宣稱有重大利好點解咧會變成咁咧？第一個致命嘅問題買嘅咧係買預期賣咧就係賣事實所在嘅利好啦。呢幾年咧已經係充分咁反映晒喺入價裏邊噶啦。通道開通嘅消息一出咧，價格咧提前炒到咗頂等到真正落成嘅時候咧，已經係冇新嘅資金入場啦。咁最簡單嘅理解咧，就喺嗰陣時，所有嘅人咧都係衝住投資過去嘅，衝住個預期過去嘅。所有嘅人咧都會認為即買即升嘅，就連阿 Lam 咧都不例外都係叫做輸到咧一頸血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當其時嗰個時候，連阿爺都會話俾你知，買咗咧就會升值。所有嘅人嘅目標咧都係一致嘅。嗰陣時我諗地產商咧係最開心嘅，因為嗰陣時咧只要咧有人叫價咧就有成交馬鞍島咧一個咧令人傷心嘅地方時隔咗咁多年啦，咁佢嘅常住人口咧依然咧係嚴重不足嘅。咁而家大片嘅住宅建緊咧，但係咧佢嘅就業崗位啦、商業啦、公立嘅學校啦、醫療啦、配套落地嘅速度啦，遠遠咧係追唔上住宅嘅供應量。好多嘅大型社區
嗱，夜晚望去咧，燈火稀疏啊，網上邊所講嘅鬼城咧就係咁樣嚟嘅。嗱，你諗下啦，一個區啊，大部分嘅客群咧都係喺深圳啦、香港啦、珠海啦、廣州啦，甚至咧更遠嘅其他城市啊。咁呢一類嘅人群都係衝住投資過嚟嘅。呢一類嘅客群手頭上講緊咧或多或少都揸緊幾套樓啦。如果唔係自己住嘅情況下咧，呢套單位係咪就擺喺度養老鼠咧？呢一區佢嘅工廠企業講緊咧工薪階層啦，真真正正喺度住嘅呢一啲人，呢一類嘅人群又係啲咩人群咧？呢一個咧亦都係大家咧要去思考嘅。其實喺咁多嘅投資者裏邊咧，最慘嘅咧就係嗰一班首次置業剛需跟風上車嘅買家。話咧都講到呢個份上咧，好多街坊都會問啦，呢一區而家跌價啦，跌到咁犀利，咁仲值唔值得買咧？我諗咧現時嚟講唔係話值唔值得買係要睇咩人買，同埋咧適合邊一類人嚟買啦。如果固定往返珠海唐家通勤嘅長期自住，唔打算咧短期炒樓轉手嘅街坊咧係可以買嘅。咁如果係香港嘅街坊咧，我諗咧勸退香港嘅街坊咧，如果係想短線咁去投資博房價升啦，日後容易放盤套現如果係咁咧，我諗咧你真係諗多咗啦。咁千祈咧就唔好幻想幾年之後有咩人嚟高價接手啦。呢度咧二手嘅流通性咧依家係非常之差嘅。咁再補充翻一點啦，好多人咧將馬鞍島同埋南朗嗰啲舊區咧就混為一談啦。咁其實馬鞍島佢係屬於翠亨新區嘅重點規劃嘅土地啦。咁全新嘅土地，南朗嘅舊區咧就發展成熟，但係咧就遠離呢個深中通道啦。大家買樓嘅時候咧，一定咧要分清板塊唔好咧亂咁混淆啦。咁第二個咧，亦都係充滿爭議嘅地方坦洲。如果話南朗咧係深圳投資者嘅重災區啦，但坦洲咧就係港澳自住人士兩極分化最嚴重嘅震區啦。撐坦洲嘅人咧，理由咧亦都係好簡單嘅，隔一條馬路咧就係珠海啦。咁去珠海嘅前山南屏只需要10分鐘左右嘅車程啦。港車北上，直通巴士，線路成熟，價格咧比珠海仲要平一大截咁生活開支咧都係比較低嘅。咁香港好多嘅街坊同埋一啲長者咧都會選擇喺坦洲呢度養老叫做退休養老啦。咁但係咧反感坦洲堅決勸人唔好買嘅咧，同樣講得出一大堆嘅硬傷咁第一個痛點啦就係跨區嘅交通咁佢塞車咧真係塞到你懷疑人生早晚高峰咧，坦洲出入珠海嘅主幹道咧長期係塞車嘅。咁如果你每日咧都要經過珠海翻工啦、買嘢啦，或者係間唔中咧就叫做就醫復診啦，咁長期落去咧係好消耗耐性嘅。咁第二個重大嘅短板啦，坦洲嘅鎮內咧係冇公立嘅高中嘅。咁屋企如果係有小朋友啦打算讀書啦一定要過珠海就學嘅。咁面對學位嘅跨區通勤問題咧點咧？好多嘅港澳嘅街坊咧都冇認真咁去查清楚啦。咁第三個咧就城區割裂啦，成個界面咧係非常之分化嘅。咁高級嘅小區咧入邊嘅環境咧就相對舒適但係咧出咗小區周邊咧大量嘅自住房啦、舊工廠啦、城鄉結合部嘅感覺咧就好強烈嘅。咁尤其是咧14村一帶流動嘅人口咧就比較密集，使用治安長期咧都有好多討論嘅聲音嘅。咁亦都係應咗網絡上邊嘅一句說話啦。好似錦繡國際花城啦、錦繡陽光花園呢一類咁嘅盤，入則歐洲，出則咧非洲。呢一句話咧並非係空穴來風呢個咧係目前咧成個坦洲絕大部分屋苑咧所面對嘅一個景象咁最後一個現象咧，坦洲嘅二手掛盤量咧長期維持上萬套想買咧係好容易想賣咧咁就要睇你運氣啦。呢邊嘅樓嘅流通性係非常之差嘅非鄰近珠海邊緣嘅樓盤咧放幾個月甚至咧成年都無人問津，咁係好正常嘅。
咁轉手嘅周期咧就好長啦。咁就算你去到附近嘅一啲中介行啊，嗱講句實話啦，中介咧先懶得睬你啊，除非咧你嘅價錢咧就好到位啦，劈價劈得夠犀利啊。咁呢一個區咧，簡單嚟講咧，就比較適合咧一啲退休嘅長者嚇。咁主要係生活啊、消費啊、醫療就依靠珠海啦。咁唔重視本地學位啦，唔會頻繁咁出入市區嘅。咁如果我上面所講述嘅呢一類咁嘅情況，你都可以接受得到嘅話，呢一個區咧，你係可以買嘅。咁事關咧就係價錢夠平啊，喺絕對價錢嘅優勢面前咧，任何問題都不是問題啊。咁如果咧你諗住係需要每日通勤仔女要讀高中啦，打算買樓嚟保值增值嘅投資者咧，坦洲咧絕對唔係你首選嘅地方啊。咁本質嚟講咧，坦洲咧就唔係一個獨立嘅城市主體。呢一區咧佢冇自己完整獨立嘅城市綜合嘅一啲配套啦，可以好徹底咁形容啊，佢就係咧珠海嘅後花園，一切嘅價值咧都係要依附隔籬嘅珠海嘅。第三個咧就火炬開發區啊，好多人以為咧火炬開發區係冇爭議嘅。咁作為中山產業最強嘅片區啦，有工廠有就業人口，理想咧係最穩定嘅。咁真實嘅情況咧，火炬呢個板塊咧，亦都係分化最恐怖嘅一個鎮區啊！揀啱地方咧就保值舒適啦，揀錯地方咧直接中伏吐死啊！咁好多嘅街坊都會話啦，阿 Lam 乜都俾你講晒啦。各位街坊，話就係咁話，但係咧我諗跟住要講嘅內容咧會俾到答案你啊！我哋先講下火炬開發區嘅一啲優勢先啦。火炬咧係中山外來務工人員最多嘅一個區域啊！有持續嘅居住需求啦。咁距離新中通道東區嘅市中心嘅距離亦都係適中嘅。咁商圈啦、醫院啦、學校啦、配套啦都係齊全嘅。唔使完全咁去依靠外區嘅一啲配套啊。咁講得咁齊全啦，咁佢嘅陷阱到底咧收埋喺邊咧？火炬開發區咧呢個範圍咧係極度廣闊噶，各位街坊。咁唔好以為咧寫住火炬開發區咧就等於價格真係企穩啊！喺中心嘅商圈啦，愛欣啦、太陽城啦，周邊嘅成熟片區抗性咧就夠強啦。但係元江啦、遠郊近工業區嘅一啲大型樓盤當年高位入手嘅投資者咧，損失咧係相當之大嘅。好似早年知名嘅君華新城啦，呢一類大型嘅屋苑啦，高峰時期咧賣到16,000、17,000，而家咧就直接腰斬噶啦。咁另外一個大問題咧就工業分布咧廣泛啊。咁部分嘅住宅啦貼近工廠氣味啦、噪音啦、道路同埋重型貨車等等嘅一啲問題，買樓咧真係要實地去睇樓去考察多行幾圈唔好咧淨係睇示範單位啦。咁其實最後總結翻火炬區啦，有真實嘅產業托底，就唔係單純咁去炒概念嘅區啊。但而家嘅新樓咧同二手嘅庫存堆積啦，價格咧持續競爭想大幅度升咧係好難嘅。咁如果喺中山本地就業自住啦，或者係長期養老揀啱核心嘅成熟片區咧就唔會錯嘅。千祈咧就要避開啦工業區啦同埋遠郊嘅一啲大盤啦。咁火炬區買樓咧佢容錯率咧係極低嘅。揸幾公里咧房價嘅命運咧完全係唔一樣噶。咁第四個鎮咧亦都係大家最常聽到嘅包裝概念旗江新城。地理位置上邊咧港口嘅優勢咧係好突出嘅。隔籬咧就係石岐同埋東區啦。咁距離中山嘅市中心最近嘅外圍鎮區咁被包裝成咧主城向北拓展嘅第一站當年咧市場嘅預期啦，旗江新城作為中山嘅新中心，咁政府嘅重點投放資源啦，未來商務文化總部企業陸續進駐房價咧跟住東區一齊上漲高峰時咧港口熱門嘅大盤咧價格咧去到1萬幾2萬但幾年過去啦，大量嘅業主咧已經係感受到落差啦。其一咧就係規劃嘅周期兌現極其漫長嘅。咁大型嘅新城建設啦喐親咧都10幾年先可以慢慢成型短期內商業辦公嘅公共設施落地嘅速度咧遠遠咧係追唔上大家嘅期望咁概念咧就將樓價咧提前就炒高啦。咁利好咧遠遠咧係未見蹤影嘅。
咁第二咧，交通嘅負面因素。嗱，港口咧佢係連接北部嘅城鎮啦，咁大量嘅貨運啦、物流啦嘅車輛咧都會經過呢度啊。咁部分嘅住宅啊、噪音路面嘅堵塞情況咧都長期存在嘅。咁第三咧就定位間計啦。嗱，論配套成熟度咧就唔夠石岐同埋東區嘅主城。論概念咧潛力就爭唔過翠亨新區，咁唔上唔落就夾喺中間啦。咁呢一區如果喺中山主城翻工咧，短途返程呢一區咧係可以考慮嘅。呢一種新城嘅概念咧，最適合咧就長線持有嘅一啲街坊咧。如果係急於獲利嘅街坊咧，好容易咧就輸喺時間成本啦，同埋資金成本上面嘅。第五個亦都係最受爭議嘅重鎮之一三鄉鎮。咁三鄉咧係中山南部嘅老牌大鎮啦。本土嘅實體經濟穩定鎮中心嘅商業啦、學校啦、街市啦就一應俱全嘅。咁生活嘅氛圍咧，亦都係比較濃厚啦。咁早年咧大量嘅港客啦，專門咧就過嚟買呢邊嘅文旅盤啦、溫泉住宅啦、別墅啦。但係咁樣嘅一個大鎮區咧，點解而家嘅爭議就越嚟越大咧？第一個核心嘅硬傷咧就係佢嘅地理位置啦。呢個區咧就遠離深中通道啦，承接唔到深圳外溢嘅人口，同時咧距離珠海核心區域咧係有一段距離嘅，咁夾喺中間啦。咁大灣區兩大嘅流量通道咧都唔經過呢度。咁缺少咗長遠嘅房價上升嘅催化劑啦。咁第二咧就係過往發展咧高度咁去依賴呢啲咁嘅文旅大型社區啦。咁成千畝嘅超級大型嘅文旅盤扎堆咁例如雅居樂啦、碧桂園啦、華發觀山水等等嘅呢一啲咁嘅大盤。二手嘅單位咧供應量咧源源不斷，新盤咧持續推出，咁舊業主咧搶住放盤啦，價格咧長期陰跌好難咧出現一波新嘅上漲嘅行情啦。咁部分早年嘅一啲別墅小區咧，更加係出現咗物業管理衰敗嘅情況咁入住率偏低等等嘅呢啲咁嘅因素啦。咁呢一區咧，如果係中意寧靜生活啦，長期咁去自住養老嘅街坊咧，同埋追求房價性價比高嘅一啲咁嘅街坊咧，係可以考慮嘅。咁就淨係揾個地方住叫做定居係冇問題嘅。咁如果係寄望大灣區嘅基建帶動呢一個片區嘅升幅啦，同埋未來諗住容易轉手嘅投資者咧，咁呢一區咧就唔係好啱你。好多嘅街坊過嚟大灣區買樓啦，永遠咧都係犯同一個錯誤淨係睇宣傳規劃咧，就忽視咗最重要嘅兩樣嘢，就阿 Lam 經常講咗無數次嘅兩樣嘢常住人口同埋咧二手嘅流通性好多嘅香港街坊過嚟大灣區買樓咧，永遠咧都係犯同一個錯誤淨係睇宣傳規劃啦，就忽視咗最重要嘅兩樣嘢啦，就係阿 Lam 經常講咗無數次嘅常住人口同埋二手嘅流通性。一幅地有冇價值，唔係睇廣告畫出嚟嘅藍圖而係咧睇佢有幾多人願意長期咁留低生活，更加要諗清楚咧將來你賣出去嘅時候咧，會有啲咩人嚟接手咧。咁呢條片嘅最後咧，亦都提醒翻各位街坊啦，嚟大陸睇樓大陸咧大地脈搏樓盤咧多到比比皆是啦。有時咧中山買樓用香港嘅嗰套邏輯咧係行唔通嘅。千祈咧就唔好單純咁睇下規劃啦，聽下銷售嘅包裝啦，就匆忙落訂唔好俾各種嘅未來規劃沖昏頭腦啦，一定要實地考察啦，同埋多做功課嘅。咁如果近期咧有考慮過嚟大灣區睇樓嘅街坊啦，希望呢一條片咧可以幫得到你咁下期咧有時間我再同大家講下民眾啦、三角、富沙、北部遠郊嘅呢啲冷門鎮區咁如果覺得阿 Lam 講得仲可以嘅，記得咧俾翻個 like 啦，同埋咧 follow 翻我呢個 channel。呢一類嘅話題，唔知係咪各位街坊想聽嘅咧？咁如果有唔同見解啦，或者係想聽我講更多嘅話題啦，亦都可以喺留言板上邊咧留言俾阿 Lam 嘅。咁今期嘅內容咧就到呢度啦，我係阿 Lam，下期再見。